成人睇鏈鋸人雷傑篇，淨係見到打鬥同血肉橫飛，得個1成人見到藤本樹收埋嘅極致浪漫。其實藤本樹根本唔係畫漫畫，佢係借住漫畫個殼去拍一部致敬影史嘅文藝片。如果你睇唔出入邊幾十個電影彩蛋，咁你真係白睇啊！戴定頭盔，呢條片含金量極高，但係有劇透，建議先 save 低睇過電影版再食用。好，入正題，雷傑篇2分鐘帶你解讀9個隱藏彩蛋。喺雷傑篇入邊，開場 MV 就直接致敬2005年嘅魔間行者同1998年嘅雷霆救兵。Makima 呢個瞳孔嘅特寫係1958年希治閣嘅迷魂記，仲有呢個雨點滴入眼嘅鏡頭來自2002年嘅28日後。佢甚至因為太驚1974年嘅德州電鋸大屠殺，先至創造咗鏈鋸人呢個主角，將恐懼感變成創作靈感。呢種咁堅嘅才華，我真係好中意啊！唔單止有經典，仲有惡搞。電治騎住鯊魚呢一幕，係咪好熟口？冇錯，就係世界名畫拿破崙翻越阿爾卑斯山。仲有雷傑喺學校俾變態雨爺追殺嗰段，氛圍完全符合咗1985年雙米新意嘅颶風俱樂部。喺藤本樹嘅筆下，暴力唔單止係暴力，而係一種充滿張力嘅美學，配埋牛尾大神嘅配樂。嗰種破碎感真係靚到絕啊！但呢套劇場版最吉人心嘅係佢嘅內核，貫穿全片係一部伊索寓言裏面嘅經典故事，叫做城市老鼠與鄉下老鼠。雷傑同電治就好似呢兩隻老鼠，鄉下老鼠雖然窮，但係勝在安全；城市老鼠雖然富裕，但係每日擔驚受怕。究竟係選擇鄉下安穩嘅平庸，定係選擇城市危險嘅精彩？藤本樹冇俾答案我哋。電治君が好きだから，但係佢將呢種糾結刻畫得淋漓盡致。最後同大家講隱藏得最深嗰個彩蛋，大家知唔知 Makima 嘅日文叫做 Makima？ 如果用電鋸鋸走中間呢個 K 就會變成媽媽，即係媽媽。電治係一直渴望母愛，全片最刀嘅嗰一幕係致敬咗1959年蘇聯電影《士兵之歌》裏面個媽咪同個仔嘅擁抱。雷傑同電治嘅擁抱其實都係一樣，喺作者藤本樹嘅世界裏邊，擁抱往往意味住係失去。如果你睇明白呢個媽媽嘅隱喻，你先會真正睇到雷傑嗰個眼神背後嘅絕望。所以話呢部劇場版絕對絕回票價。多謝 Benny 分享俾你更多動漫小驚喜。